Zingmotanji kakamzang gangchin thorgang galetsan la zikfra gafsash ngan donjin ban garam chomo yene. Tiang thorgang ta chakpe songchi anachong lang yong na. Tiene rang pi lorji tang zirtig dan bi yechung shi yelan kurong. Hiru tang darbi anachong gi longo tung zmrang darji jar namba chirtar arjin sangjin lokazina. Ata terang gangchin thorgang galetsan nang nga chu songchi sachan dar songni anatong de la longo tung zmrang darji shongwi ani tsla jilen zgshile. Na trung song chen ne guo lai yong la zhang bi se se ya ju ye gu guo lum jie de ni se chi yo luo ni reng la er zong di ye gu pe ji dong de lang se se tong bi zhen zhi tu lo ri da wa nga wa ni zhi li wa song che de ye gu wa meng bu yong bi gong ye ni tong zhi zhi de da wa dang tong ye da wa nga lu wa song che dong ge ye gu wa ma tong sa ya ji zhi ji de sam tong nga bia la ye tong xi bi ye gu yong bu gu ran ba ma ji ge tong wa ni dang zhe bia tuo bi na se ba ye家庭的成果也不是整体大了，而监督的呢，监督不是一个。咱们最初的这种旅游方式呢，就是自然观光。最初就是以世界自然遗产黄龙而闻名于中外，所以大多数的游客来松潘就是一个目的，就是去黄龙游玩，完了观赏完了，然后就返程了。但是现在随着这种交通条件的改善，以及旅游业产业内容的不断的这个丰富，我们的人文景点也在逐步的打造。比如说咱们的松洲古城，已经日趋完善了这种服务功能。然后就是咱们的这种乡村旅游也在逐步的发展中。现在咱们也特别的重视这个乡村旅游的这个服务的提升和这个培训工作，就是满足这种自驾游客的市场的需求。以前咱们的旅游模式呢，就是咱们说的3-7模式，就是说自驾游和这个旅游团队的比例是3:7的这种以团队旅游为主。而现在这种旅游发展模式正在以倒3:7的这种发展趋势，在这个发展中，就是说咱们的自驾游客也越来越多了。上去点错碰嘛，你懂我别写个有的，是从那上头通个门正上边中户那个你，罗吉托嘎这个家边，他这么种出了嘎青用了，家大那能等的你大上这边，托更个中国是正来的。2014年是全面贯彻落实18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第一年。就这点儿呢，我们紧紧围绕打造国际旅游胜地的战略目标，以黄龙世界自然遗产为依托，有效整合川主寺、摩尼沟以及松潘古城以及周围丰富的旅游资源和要素，形成这个最终的目标就是打造咱们川西北区域文化物流交通中心和就是国际化旅游服务基地。咱们说了，让说查清楚的也送起来也不能贴起去过清楚的，也或者通过这冷茶的环住这冷茶来也起来，送这也不仅仅是多不多。今呢，忙性就是呢，接着的当你，留不着兄弟，你的你把团的懂吧？啊，你呢，兄弟那个东西呢，也是不从里从里头写的，什么呢？离这个让同学和其实当的，也是不能偏激这个过程的懂吧？还是呢，也是不能从里写的对吧？而俺呢，这当啊，别人从个离开咱们东西呢，这个呢，看不方面的写怎么办？这个呢，从来人家真的也不学的，也是不能偏激来考虑一样的。但呢，也会团结年龄的同情心，也会偏激这个合理养护这个当中些问题。公个些特别的呢，送起也会离这个偏激全部用于他们出来了，都能你是你懂这些多呢，你懂这什么例外的？送起中个也会用不的，俺把看见，但这啥你有了？你同整你里也会用不过来，东西的说不定是完你，还要等那特别。看来用着也会用不着，牙签你和吃个等那是巴里的，也会同里家人疼怕嘛的，而总用着也能同起来人疼多不着，牙签做不了吃个什么事呢？
伊拉过了这个达瓦蒂，拿中送起来，那送马牛米偏激就高出去路边，送起罗基图和针对萨瓦真巴来了。伊拉不当的呢，伊拉过了这个偏激动啊的送起呢，我这是家去伊拉过了过了头个，伊拉过了个年初就得接着有了。小什参军的同辈伊拉过了这，俺你得让车不用了了。送起拿中国接的个了动当家用的些这个，我们这前边伊拉说的光是送长马的是你用的，也过了那么做呢，用出了三万起来了。伊拉过了这个大瓦的呢，送起拿中国这个可个大几十万的了，别出来从哈强的班，单中也过了些去。上期一会儿就说说出来做是不是简单这一个呢就是做起来了，没那么的送几年这了，一路年再看这个别个年的用机，大中呢也问破边接中是说出去办的了，那么这一会儿吧，今年别多批这个打算单中一会儿来就能让怎么样了，马上第二公面落了不别去等儿个这把你送了，送起单中一会儿就是干正就实际来吃了，看起单比一会儿些等也是干的了，实际这一会儿啊忙不可以了。随着这个旅游业的兴起和发展，马帮旅游已经成了咱们古城旅游的一个必然选择的一种旅行方式了。这种马队旅游呢，在古城内已经现在组建的就有顺江的快乐小路马队以及骑骑乐马队等，都是民间的老百姓顺应这个市场的发展的需求成功组建起来的。马帮它是以公司的这种注册方式，咱们政府特别是我们旅游作为行业的管理部门吧，对它也是有管理的。特别是在旅游宣传促销的这种活动当中，我们也是本着对这个行业的这种关心和扶持，也是多次进行了这个大力的宣传和促销。老板，哎，您好，哪是那个马队是吧？对，要去骑马。要骑马啊！前一段我们那个朋友给我推荐了，我推荐的挺好玩。我这边有1天、2天、3天的。1天的话有2个地方，一个地方的话就去这个上里巴寺庙，另外一个地方的话去这个西门井这边。2天的话，我们是从那个第一天从中班出发，到个中寨，然后从中寨到上寨。骑马、吃饭、睡觉。陈金刚的送去说正啊打了个灯，主要是打了个你接不真的来了，打这边离家路这很这边了。打这开始打这面呢，离家是不差离吧？去光皮来这个了。如果从那打这个也不是你，我这不咱们出门就把了，去多能钱不现的个，打这来也过忙不面着啊。张中的用人如果你来，下水也不得起来，可离开别打成可能干巴提了在了从哪里？我给他们儿子打电话，他们儿子才给他的卡。那个老头子跟我们跑时间长了，他是跑了10多年，90年代初的时候嘛，马队的话把整个松潘这些把整个我们这个村子上的人些的话，吃饭问题是全部解决了。你就说挣好多钱的话，一家里要挣好多钱的话，那是不得行的。家用要是仅够了，啊存啊人少的话就存得起钱，还是存得起那些。房子就大哦。明天走哈。明天早上反正还是9点钟出发嘛，你8点要9点钟出门就过来。嘎。哎呀，这太高了，高了才好嘛。多擦擦。大城困节烫当不了也过来吃的，没早晚你才买弄里，而主角浪费的接的单的，也中了早晚你打的完。从前打的也不离个来是接根本不上路吧的。等那时的春天人痛过来，
人过的春年，3年的学就有的，3年的春年老几啦连红皮的，俺娃可的春年，俺娃可这个你次啦多红皮的，俺娃天气当日多啦多红皮呢，俺娃强腾当我电视啦染猪皮的。那个切长沟呢，当时是一个俱乐部，成都一个那个户外俱乐部了，他到这边采剪。采剪呢，他就问我们哪里好看的地方，带他们去的有几个人呢？其中一个人在那个切长沟以前是挖过鱼，他那个地方看怎样才那么过去把那个切长沟带起来。原始就是你传我传你，他反正是一传十这么传的。每年国庆5一期间的话，至少有1-2千人在里面。好长时间都没上过马了。上期单出一会儿呢，这是家去一了过了头个恰当把别中间学东西来写出来。第三咱们人别一了过人集中出了，送去那种个嘎吱嘎吱心强的，送去一会儿样年轻打完来的。当时呢，就是在那个接近90年代的时候，我们就看马是多噻。反正都是外地的游客啦，最开始他这样子，外地的游客看到我们马多，他一看说，他就把你好像喊到，你得放马做啥子啊？现在把你喊到起，他来把你马给我们骑一下，给你给好多钱，就慢慢就那种形成是吧？大成年中就些把呢送去了，单着路边罗记政府送啥嘛了？罗记这下一多送去单着些个地，他们的疼儿家的不当，送儿家的不干是熊儿的干的。干的年纪有这些把呢，人生吃苦就里，我家有从个先进的跟的，没当看跟的。他不得送儿家的呢，人生大正路边家上从来的，忙儿家的来是个的，家当儿大所这里些本土，大东送哈当没人，菜。中那个满是从哪家去的，隔壁送去了没事的上，换住大边那里看。第二天送去呢，那么就鸟从这看所有的过来，大着凉送去那边从有些等来着。松潘古城具有田不满帆不空的这种说法。从当时的都江堰，就是我们历史上称灌县，从那个地方出发，然后沿着灌松茶马古道，山路非常的陡峭。家庭比较殷实的呢，就组建了有自己的马队，而大多数的老百姓呢，主要就是靠肩挑人背这种方式来这种获得这种营生。这个锅呢，就是有检查了，因为就是我们这个就是旧社会跑这个马包的时间呢，就是用它，也是可能1年半年那些也不晓得弄不清头。这个是从我们老的手上遗传下来的。哦，这个就是煮饭的那个黄铜锅，你看嘛，踩一下就现了。也在我们手上都有这他妈的40-50年了。哦。哎，嘿，但是也不小卖，还靠一个1年了。大致送去单中一个大娃等等呢，我这送去大致间送去完钱，做起就干可把马死了。第那让别人啊，真正的坚持些都是给你差别说，送去多只能过了。这个呢，就是原来茶马古道时间的马缰绳，因为现在这些东西主要是现在新的多，但是那个意思就不一样。你说肯定呀。大致点送去的人坚持就要是了做了这边坚持呢。第3等对吧？钱不约了，送去那我们家到哪里头等着点了。
罗吉托松吃了门南也是中那生个中的感情等谈成这中的感情的，他这讲那的其实啥子我算多的，早期是的这些的这里我叫松家这个的，起码也的个是的，看不见家庭中的啥不得的，还加上人送个眼睛看见，抽的些比啥个性的就让嘛是的，罗我动咱们这打成罗吉这真大的。那时候内地的这个茶叶，要运送到这个松潘古城，然后在松潘古城形成这种互换市场，然后又分散到运送到川甘青三省边区嘛，它是三省边区最大的一个贸易集散地。让中国茶青做了米线特别旺季，从这拿五年大季起。上次还真的是春节帮我当别处呢，安装都这么去应的。啥可得到了家很这把当茶嘛？为了得给门南皮连同学生别家的送去了家去，上去年托论当甘肃说我这个你个家啥可能开学生这里，大数几把的了。罗这多是春节家的甘肃是坚持些给呢，不会主当民众这边他农民，没主当送主都正业了，送去就觉得大家来的是坚持些给。加大那种接送车听的人过来，大家用这个了。那个时间的跑马的人还是多，他无数个帮，一帮他就是有20-30个马，30-40个马。他全县级4小8部，每一个现在来说了啊，就是每一个乡，他都有噻，跑马的，那就跑马是挣运费嘛。这面的福德啊、歪德啊拖下去，换那面的这个调料嘛，油盐酱醋啊、茶叶啊这一类似的嘛，就拖上来了。大概是100-200匹有嘛，那过后呢就。这个到59年，这个公路就通了。公路一通了呢，就这个马帮就没跑孟县了，然后就跑平武这面路没通噻。到平武去，我们7个回来，那我就没跑了。这是我谈及的那样但这个也是可当送着呢，大致路上就这么冷位，这玩意儿把当从这个，这得等到你是。第一步看你这，你会学点你完了查不更得有的呢？当我出点个刚进托个来成的不的，你们的当我去的。建议上面做特别用不了，送去打这些这个水平路，你是不是连这么上班的？新中国以来呢，松潘的交通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从50年代开始建成的松茂公路、松平公路以及松潘辐射到临县的这些公路都逐步的建成通车了。目前我们在那个县境内的9黄机场3期工程都已经扩建完成了，而且也开通了许多的直航航线，然后就是正在修建的这个城南铁路，在几年后也将贯穿全县境，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个县道、村道，特别是村通工程的建成，就是说你来到松潘，选择境内的自驾游，或者是从松潘辐射到临县，这些交通都是4通8达的。上去南村呢，下通特别容易当部的，这个俺很多人这个正学生比，挖起来送去挖掉容易的。加上那么呢，送去挖没人去捡，错人把边，双是这个经历。送去所有单边逻辑上过有了，送去的那么当大致流边先进打完了。而且送去容易这个正经，下是除了没那别人的，加上那不是没事把的。兰库当南着，面库地界200多的里，双生参加了路边认真打完生产大里，上去第一步3个就把当，大体的逻辑7个就可以了。
小菜，这还有他们家里面还有这些老东西。你看，这个就是以前老东西。看嘛，这些东西就是芝麻腱子，这个都剪的。啊，这个倒高。啊，第二个牲口带的。这些不是马灯啊，看嘛，铜灯。它这个里面是那个是抓一种龙啊，它是有个大的，一个小的，大的是吃饭的，小的是喝茶。这个外国人到这儿来呀，那好感觉出去了，硬是好像舒服，真的。翻过一批山，好像有另外一个感觉；走过一条沟，又是另外一个感觉，都不一样的感觉。你像我们就在这儿住惯了嘛，比如说到草原去，都又是另外一个味道。大多数的人从比红红的也，江浙那么东混，真的来大城市。江浙当地那么养护业绩，娘们可能大吃罢了。大吃苦了，原本的是把大比家里人话卡西马通没了，家里的当年的人次呢，可能你是个大城里，而且的手机人话有把地里的。而且去大吃的人话能这特别嘛的上的，去我等我母亲大说呢，从这边错都能行了。朋友的大比大城市的两万人出来，大致当中的两是用的错的展现出给发的人。Hello, how are you? 我这来送去顺境中途了，大个你家生家药了，做不了见证他家药了，但是嘞顺境中间大地，我们这下是哪都没了，我们东山这罗基药比大这里送去你没得这个。好长时间都没上过马了。原来骑过马吗？原来骑过，但是没有这样骑的。以前就是也是欢乐园之类的里边，就是一个跑马场。对，那就是为了骑马，那就直接昨天就把这个。因为我一个朋友前一段来过嘛，他说这个马王挺好玩，然后我们来的第一站直接就到这里。怎么样啊？感觉很好。怕吗？还好吧。不怕不怕，怕什么？大是的，顺境中间大层嘛，一个他加油了，但这一个接一个让忙不够是多的，总是让那边大这些见证参加过那啊，啥的大边，但这个一个接过个当的呢，总是我公司接多那里就是牛逼，大当米玩的，他们我们是真的坚持么是的。大哥嘞，Rezimo lanji tina lechina jima ga nang ta nga chi mom thalte na chung song chi yilasu de komshi ngali mangbu zigan choshu sha gi ne song chi kor je mom lechin je lia ni ba de mar ge cha chi dan bi zap cha la chinan bi zu ro no Rezimo lanji tirang ga gang chin thor gang lechina tong chim da nin jo thang a jimi lechin nga chu lai ram ja da di mo shi